僕人敬聽三代經課6月1號，約翰福音17章20至26節。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，也為那些藉着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們都合而為一，正如父你在我裏面，我在你裏面，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，好讓世人信是你差我來的。你所賜給我的榮耀，我已賜給他們，使他們合而為一，像我們合而為一。我在他們裏面，你在我裏面，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，讓世人知道是你差我來的，也知道你愛我們，如同愛我一樣。父啊，我在哪裏，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，使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。因為創世以前，你已經愛我了。公義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認識你，我卻認識你。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來的。我已讓他們認識你的名，還要讓他們認識，好讓你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，我也在他們裏面。約翰福音17章20至26節，呢一段係耶穌為未來信佢嘅人所作嘅代求。佢祈求門徒合而為一，如同父同子一樣合一，好讓世人相信佢係從父嚟嘅。耶穌都盼望信徒能夠同佢一齊喺榮耀裏面認識父嘅愛。呢個係主耶穌臨上十架之前嘅心情禱告，流露出佢對教會合一同愛嘅渴望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教會嘅合一係主耶穌嘅心願同埋代求。我重複，教會嘅合一係主耶穌嘅心願同埋代求啊。第二，信徒之間嘅愛同合一係能夠見證福音嘅真實嘅。第二，信徒之間嘅愛同合一能夠見證福音嘅真實。第三，神嘅榮耀同埋愛係信徒得以親近同經歷嘅核心。我再講一次，信徒去親近神同埋經歷神嘅核心就係神嘅榮耀同埋愛。我哋一齊嚟反思，我哋係唔係喺教會生活裏面積極促進合一同愛心嘅實踐呢？我再講一次，我哋係咪喺教會生活裏面積極咁促進合一同埋愛心嘅實踐呢？實踐行動，主動去關心教會裏面一位弟兄姊妹，去建立關係，並且一齊祈禱啊！主動咁關心教會裏面一位弟兄姊妹，去建立關係同埋一齊祈禱啦！讀經分享。今日嘅經文係主耶穌被人出賣捉拿之前嘅祈禱，佢懇切咁為信佢嘅人代求。我哋讀嘅時候都要帶住一份深切嘅盼望，求天父同埋耶穌嘅合一同埋愛都臨到我哋每一個。從2000年前係咁，2000年後嘅今日我哋都係咁。謹記要帶住呢份祈禱嘅心去讀出嚟啊！今日咧想講下個一字，一字咁淺都要講。係啊，喺呢段合而為一講咗好多次噶，但係對我嚟講咧，合而為一其實都好難讀下。我自己咧就成日都要小心去讀呢個一字嘅，因為咧好容易會有懶音出咗嚟，好似或者一咁樣啦。合而為一或者合而為好容易咧就冇咗個頭嗰個音。記得呢個字嘅口型咧係要準備好先讀到嘅，要先依起你棚牙，再用力讀個一字出嚟。一，記得要高音啲，
如果唔係咧，就會變咗個日字噶啦。因為呢個一字咧係 JAT 一，而且有時讀呢個字咧，我仲好似讀緊兩個音咁嘅，就係一字前面有一個好短嘅耳字，以一加快連住讀咧就係一，咁樣先至讀到個完整嘅一字嘅音出嚟。一，唔知你同唔同意呢？留言分享下。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